顶洞是要安怎行咧？河顶洞哦。是啊。啊，迄我知，足远的呢。不要紧，不管偌远，我一定要去。我甲你讲，嘿，少年的啊，啊，什嘛真简单。你若要去哦，啊，你甲我爱就好哦。爱我来。好。好，嘿。我甲你爱。好，你先，我来，来。我爱，哎呦哎呦，哎呀，行，阮什么再来，行。本来想要踮咧点冲山修成大路新鲜的吴青青，受到玉皇子的刺激，煞受伤伫个水火相济八卦阵内。又搁看到牡丹甲当兵这么好，而且受到王母娘娘的领路，伊的心情好亲像一阵一阵的海涌，遐尼啊激动甲不平。实在是真忝。你是要忝啥？讲到你这少年啊，就够无路用啊！你家厝啊路就咧发忝，像我老伙啊，较早少年的时阵哦，凊彩行行爬爬啊，一天嘛要行2、3粒山。是，脑中教训的是，我也阁需要磨练。公主，无咱休困一下再阁行啦，吼。啊？休困？我老伙仔就袂忝啊！那你少年是要忝啥？你想要休困？好，莫好困，莫好困。啊，唔就行过来。无得，继续行。好，到位啊！到翻落来啊！爹。不要紧。参会了，我用金银。李洞宾，牡丹，拜见回龙亲临。两位请去。是。李洞宾，牡丹姑娘，一路辛苦，两位一心求道，可敬可佩。请亲临指点。既然两位到这，老夫一定会传你一寡入门的功夫。不过，两位敢袂当修成正果，一切也要靠恁自己努力参悟。明德亲临传授指点，洞宾已经感恩不尽，唔敢强求。哈哈，安尼真好。随意来，随意教，随意学，一切随缘。多谢亲临。牡丹看到4位公主了后，煞互伊想到讲，踮咧煮河庄，互千变万化的庄主喜人，所以伊超工向海龙金银要求。冰之明，牡丹想要学婚琴煮好。好一个聪明的牡丹，你真是好眼力，想袂到连血化心，你都认出来。牡丹，因是真是的啦，啊，毋自我介绍时，互你谱琴书，和平完成。朱河中庄主，综合我得定，金旗主的四公主，记过二公主牡丹姑娘，二公主牡丹姑娘，您好。您好。
都有这罪，请李公主牡丹姑娘多多原谅。李公主，你的弟用贵人，在下敬佩。不敢不敢，牡丹姑娘不良伤美，在下非常的敬佩。牡丹姑娘这摆要个离背后骂我啊吼！唔敢，牡丹唔捌四位公主的面貌，出言不慎，请四位公主原谅。唔是一家人，无你一家嘛。两位有缘入了我府顶头，就算是一家人。多谢真人。李龙斌，身家行事不可小觑。老夫今日就传你信件。多谢真人。你即马会记得几声？当兵不在，只会记得5声。无难可你记得几声？我嘛会记得5声。哦，我搁再练一遍来你看，真足看。是。李当兵，你即马我会当记得几声？当兵只会记得3声。无等我你，我感觉会记得5声。好，真好。你即马，我甲想一遍，看到底我会当记得几声？是。是。变真人，牡丹会记得6声。李当兵，你呢？当兵有卖，连一声拢袂记。公主，你赶紧想看卖你莫着急，你紧想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无等我你免着急。李当兵已经得到千户剑法金牌。啊？千户剑法，如何有千户？飘飘如云，悠悠无所。哪有一朝一夕可以兑换？只有上神的神棍，参我神机，也才会当明白千户剑法的妙处。李老兵，你果然够我发，也不愧是太上老君门下的首徒。公主，多谢真人传授，李当兵一定会手也胜剑，以千夫剑法，互魔毒妖解救百姓。李当兵，你演差了。真人指点，天下妖魔千千万万，你一人一剑，如何会当解救众生呢？请真人面示。救世扶魔，在心不在天，你明白吗？在心不在剑，当兵明白。叶王子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要害我这么艰苦？叶王子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叶王子。
的歌嘛，正主。是姑娘伫啊。你想要？你想要？奇怪，厝也唔知你念啥。阿昏。阿苍啊，人水的，对。姑娘，你是倒位也无爽快，需要我你斗三工无啊？你唔讲好大胆，竟然敢对本仙我无咧？仙哥咧，最后我先来。你搞必须。参见太上老哥。李先生，我在八卦水迄场捌救过你一条性命。照你讲，你一定要用规工地当服务着你的功力。啊，也毋过你十分公心，功力已经交替，老夫我救过你，当然救人爱救彻底。李先生，赶紧放下仙丹，真紧地当恢复你的功力，会要弟兄领做吧。你讲甲娘娘一切拢好无？亲姐，娘娘真好，观众一切嘛真平安，安尼真好。哦，亲姐，什么代志？亲姐，你下完去夜药王子，唔知你抓着啊未？也未。我想啊，一定是时机还未到，啊无吼，绝对走袂出亲姐你的手中心。你讲了无唔对？亲姐，你离宫遮济工，娘娘一定真思念你，你较紧离去内底见娘娘。是啊。我嘛做想念娘娘。啊无，亲姐，我先告退。我伫姚地宫，将阮大细汉代志遮尔啊侪年，大家拢遮尔啊尊敬我。假使有人去娘娘面头前抢罪，娘娘来将我降职，也是这袂话，我要哪有什么命，通去见这个姊妹仔咧？亲姐，亲姐，你转来了。是啊。亲姐，你无伫宫内，阮头弄足乖呢。亲姐，你伫遐你娘娘面头前讲句句好话哦。恁敢真是足乖？是啊，阮也到变亲姐你咧。安尼真好，你先落去。是。我是要哪做才好？恁紧过来看，亲戚回来啊！亲戚，你拄要去接你咧？唔免倒咧。对，娘娘咧。自从亲戚出宫了后，娘娘就伫遐后殿休养，无搁再来正殿啊。敢真是安尼？安尼看来，娘娘对亲戚是有安尼看着，
亲家无伫个，娘娘每日嘛食袂落饭。好，你莫阁讲，无你的代志，你去休困。亲家，你是毋是了娘娘欢喜了？无你的代志，你落去。我来头地娘娘救天神主，擒拿玉皇子，交予玉帝发落，将功赎罪。那呢，我就免在众姐妹面头前，头壳夹袂起来。罗太祖、姚公主，恁好无？李东斌，你有保单遮尔啊水的姑娘陪你身躯边，又搁练得一身的好功夫，你实在足有福气安怎？牡丹姑娘陪在下，静心修道，小有成就，请罗太祖、姚公主指点。我看你哦，敢若一心一意想要修道成仙，拢无注意到人保单姑娘对你一片的心意啊！姚公主，你莫笑我啊！我看各位拢差不多，口中有佛有仙，也毋过心内毋知咧想啥物。青青，你的水火相济八卦阵果然是厉害，今日你搁试点看卖啊！你，唔通，亲姐姐，咱大家拢是修道，唔通冤家啦！假话免讲，嘿，唔通冤家！好大你来啊！来啊！你，青青仙姐，你莫冲动。李公主，我的代志你免管。来者夫人，我是姚地宫的吴青青，皇陵来了姚公主，这甲你有啥物代志？大家，你这造意啦，实在太无礼！无你是想要安怎？你既然家在老虎面还讲好事，李东斌，你若爱无单，就举圣剑来换。快两真人求见。王母娘有敬安。将百年的仙桃挽落来，赐予真人食。我。真人，请用桃。这。请。原桃青青，头提我的宝物。你若是食了这个桃啊，都唔惊宝物的法力。真人，起甜吧。原来娘娘已经知这个代志。教徒无方，有愧天地。老生
怎会用无管？经理，请。小先生。亲家，无等，明年的今仔日就是你做期的日子。亲家，你敢不是有叫你公主摕圣剑来我？你哪要我用火甲我烧？你四个人头还阁袂清楚？我是今仔日当兵找人来救，一时无法度应付，毋则叫伊摕剑来我。因这戆头戆脑的人，讲我毋知影我这是犯兵之罪。哼，无等，你准备等死。李公主，李公主。青青，可以不可在，可在不可删，唔通赶尽杀绝。娘娘，青青知罪，也毋过，唔免搁再讲。多谢娘娘为了亲人救命之恩。无等，青青，随我回天庭领罪。是。娘娘，恭上娘娘。无等，你可知罪？无等知罪，我不应该动凡心，求娘娘恕罪。好，来人啊，将伊拍入东鲁山，静候处罚。谢娘娘。人间的痛苦，皆由情欲起，就算神仙也难过此劫。无但为了当兵动了凡心，被王母娘娘拍入到东鲁山，伊会受到什么款的折磨呢？个性倔强又搁违反天律的吴青青，又会受到何种严厉的制裁呢？当兵自从牡丹走了后，虽然伊专心伫个好地方修炼，不过以后的代志敢会这么顺利？桃太子甲玉皇子又搁会对当兵产生什么影响？敬请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合家继续收看，剧情又搁进入高潮的好戏《女当兵》。